各位官爷，各位官爷，各位官爷，这可能是一场误会啊！误会啊！这盐怎么来的？这盐，你们凭什么抓人？我看你们才是一群贼匪。上，还愣着干嘛？哎，等，什么跟什么就打架？我就是拿掌柜的盐提炼的。用我的盐提？哦，何谓提炼？提炼就是把粗盐粉碎、过滤、溶解、结晶，然后结晶出来的盐才能让人吃，不然杂质太多，吃了不死，半条命也没了。真没了！云公子，云公子，我这布袋这么大一块盐，你提炼完就这点盐，这怎么也能吃1个礼拜呢？1个礼拜？对，我们过去1个礼拜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再做点啊。1个礼拜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7天。你们先下去吧。云公子，你当真会提炼这细盐？啊，区小道而已。将军，别跟他们浪费时间。就这屁娃娃，要是能做出细盐，我程楚墨仨字倒着写。要不要赌一赌啊？有什么不敢？昨天你2个手下是为了劫店而来，我是见义勇为，知道吗？我要是能做出细盐，这2个人归我处罚，你跪地叫爷爷。好，那要是制不出来，又当如何？如果我要是办不到，我任你处置。这2个人与此事无关，你们不能碰他们一根头发。这不可。我大唐1个校尉的一声爷爷和2个士兵的命就换你1人，太不划算了吧？他若治不出来，我跟他一同受罚。哦，我也愿意。不行，就这么定。好了，这就是我大唐采盐的盐矿，你需要什么制盐的材料，就自己选了。随便给我拎一筐就行。哎，公子，这可是毒盐呐！这人要吃了这盐矿的盐，会浑身发紫，腹泻而死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您就放心吧。啊，请吧。我需要他给我打个下手，其他人不许偷看。不行，万一你使诈怎么办？最近西域有一些变戏法的，能瞬间把人变美，千万不能相信他。哎，你们这么多人，你还怕我挖地道跑了呀？再说了，你这后面可是山。好，我信你。哎，请加把劲儿啊！来人，带矿盐进去。是。现在都是大唐的精兵，而且手被张弛有度，想要逃出去恐怕难了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啊，你仔细听着，一会儿我先逃出去，引开他们的注意力，你趁机走。等你离开以后，我会找机会逃脱，记住了吗？你笑什么？啊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他若是有本事跑，你就算盯得再紧，他也还是会跑。哎，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啊？啊？他若是欺骗我们，我们最多也只是耽搁几个时辰而已。但是他说的如果是真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将对我大唐有多大的福祉？我不敢想象。唉，我也挺紧张的，真的。
哲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发现一个逃兵，一路追踪至此，没想到竟遇到了你们。难道我军的军事情况还需向你们报备吗？找逃兵，你去别的地儿找去，这儿没有。有没有？找过才知道吧。大胆，敢在爷爷我的地盘搜人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给我搜！众将士听令，敢靠近彭区者，杀无赦！是。机会到了。哈哈，哎，戏言，哎，尝尝，怎么了？是戏眼。那我认孙子去。哎，姓程的，快叫爷爷！将军，就是他。此人便是我军逃兵，给我抓活的，保护彭区！